外来种青皮杜丁本地集中伫咧南部，不过最近煞愈生愈济拖来到云林甲苗栗。林白署表示，会组团队移除青皮杜丁，卖开放地方的民众来掠，掠一只补助2.5，希望明年会当掠到12万只。青杜丁入侵台湾，原本大部分拢集中伫南部县市，也毋过最近云林县口湖乡也发现，当地农民短短一礼拜来掠到超过80只的青杜丁，福田烦恼若大量生炭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。食果子、食菜啊，咱种的菜拢会食，困了，你看迄种的番麦啊，那个牵2年，你遐看就有看。农民就对啦，爱面临遮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，这对咱云林县未来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。青杜丁原底是中南美洲在种，差不多30年前互带入来台湾做动物园咧饲，不过尾后却因为真侪人甲放杀唔饲，造成中南部10县市拢有青杜丁咧生炭，甚至豆向北边摊开。农政单位正也规划移除计划来应用。云林沿海地区发现立裂器的行踪，近期云林县政府将邀集专家学者研商处理这件事情，并我们会召集有兴趣参与捕捉的民众进行人力培育。县府农业处表示，经过调查，县内包括水林乡、口湖乡都有发现青杜丁生炭，会规划掠青杜丁的专业人才培训课程，也会配合中央相关移除计划，完成培训的民众若掠到大只的青杜丁，会予因特价250块，无到30公分的特价100块奖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